来看，虽然治疗失智症的患者大多数拢年岁较大，也毋过有一定30岁到64岁少年型的失智症的患者，因生活的大头较重，破病了后压力是愈大。台湾失智症协会认为，社会应该爱打造优胜的工课场，来维护这定少年型失智症患者的就业权益。为人客送一份小小的咖啡甲点心，平常时有真侪无同款的活动会参加。这间咖啡店的店员拢是少年型失智症的患者，甲年岁较大失智症患者备受外界关注无同。全国差不多1.4万的30岁到64岁少年型失智者，因伫饲爸母甲饲囡仔之间，较需要社会福利的支援。如果没有一个足够友善的职场的支持环境的时候，他其实多半还会面临到提早退休、被迫离职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。那这影响的可能是家庭面的经济，然后还有甚至是就是结构，然后是子女的教养。台湾失智症协会认为，对少年型失智症患者的实际帮助，包含推动更加友善的职场，鼓励开发更加多元的社区资源，也有照顾者互助甲支持。用台北市费力，甲今年8月底，全市推估有差不多4万的失智者，这几年也投入资源，协助少年型失智的患者能回归职场。希望能够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，所以初筛很重要。初筛确诊。然后到就医，到资源的一个连结，所以我们台北市这边，我们有11个失智共照中心。根据国际失智症协会统计，30到64岁失智症盛行率是1/1000。虽然少年型失智患者人数无年岁较大遮尔济，不过两种面对的困境甲需求是拢无同。对外界有声音认为，应该设失智症专法，政府爱如何协助少年型失智症患者面对新兴的变化甲职场，拢是正要紧的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